台湾呐，我是刚开始，我会记在1990年代，我的人因为政治事件关于落去，在迄个时阵，我足想要学台语，和我一个好朋友或者台面人，伊就写给我讲，要学台语真简单，来，要寄一套台语的要安怎写遐汉落的台语，所以我伫内面就一直写，一直学，一直学。所以我有一个想法，母语是咱人母予咱。母语用母语继续讲，咱的台湾文化会存在，所以咱要爱咱的母语，这是咱世界联合国所定的世界母语日地位第一。我希望大家咱台湾讲咱的台语，爱咱的台湾，感谢。第一次记忆是台湾米，我喊嘛个你我的汉歌做埋我个字，讲完阿里阿杂的 A B C D E，自己嘅法无办法。